YouTube，我係靚。OK， 咁我哋又翻嚟我哋嘅60 second 啦。咁我哋今次咧玩個唔同啲嘅，我哋玩60 second 嘅重製版啊。咁個遊戲咧都唔平啊。咁咧我又錄翻把聲入去啦，唔知點解我個咪又收唔到音啦。OK， 咁我哋即刻嚟玩啦。咁我哋玩咩？挑戰啦，生存啦，跟住嚟玩我哋玩呢個小鬼毒手避難所啦。咁咧嗰陣一個出去探險啦，不過咧佢就留低咗 Timmy 咧一個咧喺個屋企入邊。咁咧然咧就俾一班嘅兩個 PK 啦，就睇上咗佢兩個地步啦。咁 Timmy 咧就要可唔可以喺父母翻嚟之前守住個避難所咧 ？OK， 就係咁簡單嘅任務。咁咧只可以 Timmy 可以操作啦，探險禁用。斧頭禁用，毒手避難所30天咧就有呢個玩具皮膚送嘅。OK， 我哋就睇下可唔可以完成呢個艱難嘅任務啦。OK， 咁我哋 OK， 廢話唔多講，即刻開始冒險啦。OK。都難嘅，其實發現我見到好多嗰啲主播咧，即係玩呢個遊戲嘅人咧，都哇會乜都冇啊！頂你個肺。OK， 咁避難所入邊啦，小鬼當家終於可以有個人靜靜嘅無盡嘅可能性，生活嘅太空間，謝天謝地，多嚟踢同多嚟都有啲物資，即係阿爸阿媽留啲物資俾佢啦。不過就係咗斧頭，如果入嚟揾埋話，只可以攞步槍頂硬上啊喂！OK， 第一日冇事發生，地圖。OK， 咁邊個知道佢哋可能生死有生嘅機會咧？咁無論話咁嘅，即係點樣好咧？Timmy表現得非常之好。喺警報有一個同埋數10個數，你是一個呢種咪跟住俾人咪先嗰時。120步槍頂硬上啊喂！不如我喺度開始俾大家睇。OK， 咁我就預咗大家時間，咁我哋就俾大家去片，我就講嘢啦。OK。
OK，咁去到呢度啦，就乜都冇啦。咁兩個 PK 就入嚟啦。咁我唯有過咗佢先啦，係咪先？咁咧好無奈咧，咁就輸咗啦。OK， 唔緊要，呢兩個 PK 入咗嚟啦，即係好似兩個一肥啊！嗰個電影嗰個賊啊。OK， 咁唔緊要，我哋嚟個鋪啊！失敗乃成功之母，是不是先 ？OK，Let's go，next game。生命的精華，生命的基礎，依個好似賣廣告賣水啊！頂你肺。OK，嚟多次。你等先，好似撳錯咗。sorry， 我撳錯咗，sorry， 唔好意思，我撳錯咗，嚟一次，NG。唔好意思，我錯咗。哇，咁殘嘅！小鬼當家呢個聲，放到面具。Day one， 因為咧前面嘅台詞咧同後面嘅台詞咧一模一樣噶，不如我哋就飛咗去啦。OK， 過。OK， 咁我哋依家嚟到第15日啦，咁咧就非常之為人哋咧過咗啤牌啦，點知咧係冇用嘅咯。我心諗嗰時心諗，哇，頂你個肺！跟住咧就可能就 DN 咗啦，就陷阱啤牌完全係冇用噶，零功能。OK， 唔緊要 ，next game 再嚟多次，我就唔信且。OK， 因為前面嘅內容都一樣啦，所以我呢度都飛啦。OK， 咁我哋咧，咁我哋去到嘅第2日啦，都依然同之前嘅劇情係完全沒有變化，咁一模一樣啦。咁又係去到第15日啦，又係咁樣啦。我繼續用啤牌，去擋嗰班兩個 PK， 都係咁樣結束咗。我唔知點解同樣嘅事情我可以犯2次咯，我係咪真係弱智咧 ？OK， 唔緊要，咪玩多次咯。呢個時候咧，我嘅精神咧係有少少瘋狂，係有少真係有啲心靈創傷。OK， 唔緊要，開多鋪啊！好，咁我哋 start new game 咁嚟多次啦。OK， 咁 day one 咧就係咁樣啦，避難所嘛，撳咗櫃啦，跟住咧就去到咁樣，就去到第20啦。咁樣事情咧就唔知中乜鬼啦，跟住就嗰兩個 PK 咧想入嚟，跟住咧就我咧冇機冇防毒面具，咁就 DN 咗啦。OK， 唔緊要，我哋玩多一次。OK， 玩多一次。挑戰失敗唔緊要，我哋嚟多次啊，好唔好先？
OK 嚟咯喎。OK， 咁唔知去到第幾次啦？我估第45次啦，Day 1啦，同之前嘅情況咧係一模一樣啦。避難所啦 ，OK， 跟住乜 Q 飛咗去啦。OK， 跟住咧就去到第15日啦。OK， 今次我兩個道具都有喎，我就使用咗防毒面具啦。咁點知咧係冇 L 用嘅嗰類 PK 入嚟咧，係冇 L 用嘅結束 fine， 唔緊要，嚟多一次，無限 loop 頂你個肺。OK， 唔緊要，點知防毒面具咧同嗰個 paper 一樣係冇用嘅，所以咧我係唔會再用呢啲嘢㗎啦。OK， 挑戰失敗唔緊要，嚟多次，完 OK。我喺度，由頭到尾帶大家玩一次啊 ！OK， 避難所嚟嘅乜鬼啦 ？OK， 非常之唔容易啊！跟住 Day 2，OK， 再28日呢個 game 就完啦 ！OK， 我會將最後力120 OK 用槍啦，擋啦，我已經開背咗晒入邊嘅可以入邊劇情。OK，Day 3就係咯，係咁啦。抽起源頭，咁我哋就 check 下啦。第4日咧就冇事發生，脫水添，加1。OK， 就唔理佢啦呢個。第5日 Day 5， 我再25日啊。OK， 跟住呢個係一個騙局啦，就冇事啦。OK，PK 好快嚟啦，我哋個收音機擋啦。OK，Day 6。咁咧，佢呢個咧就假扮屋企有人啦，咁我哋就冇事。呢個我哋就冇擋啊，我記得我冇擋，因為呢個冇乜關係嘅，所以我就冇擋。OK，Day 7， 唔知點解咧，佢打字佢唔轉咗啦。愛你的媽媽就開咗佢啦。Day 8係攞到咩？攞到粒子彈啊！啤牌啊 ，sorry， 跟住就冇地圖咁就算啦。OK，Day 9。OK， 冇事發生完，拍咗要過去啦。Day 10。OK， 嚟開始冇事啦，今次咧我醒目咗啦，我唔攞水啦頂，我唔攞嗰個啤牌啦頂個頭，我攞2支水袋。你嘅第11日冇，不過依家問題啦，我依家要飲乜嘢？嗰時我諗緊我要飲乜嘢咧？依家得返1支水，得返杯，我依家要諗緊飲乜嘢嗰時。OK， 唔緊要啦，可能之後有啲好轉。OK，Timmy 冇冇有聲啊 ？OK， 就爸爸嘅年青人加油，要紙包住。好，呢個禮物多咗份地圖啦，咁彈又跌咗啦，咁咪攞電筒照下，可能揾到個射一彈出嚟。找到啦。我哋應該開唔開門咧，並且冒險咧，我就開咗啦，因為依家冇水啊嘛。Day 15日，多2罐嘢食啦，Timmy病埋。
OK， 今次呢個咧我係攞旗啦，我估咧如果攞地圖嘅話咧，我估應該都凶多吉少嘅。OK， 所以咧我就攞16，啲16。口渴，啲未口渴啦，我諗緊點算好。啲17。OK， 下面應該開門。做人為快樂之本，啲18。水啊，水 ，yes 有水啊。OK， 加2支水，夠。就唔滿啦。OK， 啲19。完咗佢啦，我想快啲，因為飢餓，生病飢餓。佢首先咧，佢病咗，佢冇痛苦跑出去就 OK 啦。我就可以啦。第20，準備破紀錄啦，我哋。冇事發生。OK， 攞 keep 綁住一班土匪。OK， 第21破紀錄。破紀錄。口渴。飲水。5分。完。第22破紀錄。OK， 非常之暴氣喎，你好。OK， 冇水。跟住 Mary Jane 入邊可能有一個炸彈都送禮物俾我哋啦。我估呢個係一個，我唔記得咗咩嚟啦。係一個，佢送一個口風琴俾我哋。OK， 牆上有個地圖指咗嚟，睇下咩嚟噶咯。好似係999包嚟，我記得。係999包，跟住咧我話 yes，Timmy 終於有救。哈哈，將來快樂之本開門，好嘢。雖然冇事啦。Oh shit！ 做人唔會一定會快樂之本嘅，冇啤牌同埋嗰個地圖。OK， 班撇兩個 PK 又嚟啦，咁我哋攞電筒，低26。OK， 冇一個電筒唔緊要。OK， 唔使理佢。Go。27，爭3日。OK。口渴 ，OK， 飲水。粉水。呢個唔關事，呢個唔關兩個 PK 事，個28，第28。OK， 唔緊要。冇事。大狗廿個爭一日，爭一日。OK， 冇事，唔使飛，直接飛啊！佢唔係話結束，咁遠啦 ！Yes， 終於完啦！好感動啊！Doris、Ted、Mary Jane、Pancake、Sherry 舅父終於返嚟啦！佢哋配合攞住兩個 PK 亂踢亂咬亂叫，攞拳頭同埋包嘅聖誕禮物一齊狂擲。咁後 PK 啊，爭啲冇嗰條咩畜生門先得返啦！好啦，我哋嚟參加啦。係湯，全部都係湯啊 ！OK， 我哋全部做30日。OK， 終於完啦！聖誕快樂啦！挑戰成功，我攞到3個皮膚啦，又係皮膚嚟嘅。OK， 咁我哋又好開心咁完咗隻 game 啦，不過仲未完嘅。OK， 我哋後面咧都有啲驚喜俾大家。OK， 咁我哋攞挑戰嘅實況去做結尾啦。咁我哋係玩呢個啦，係玩換樓，開始冒險。OK， 開始，放多邊區，水，夠，Timmy，嘢食。go， 肥婆，哎呀，水，go，嘢食
食水，嘢食，嘢食。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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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老婆，係水。OK。Go go go go。OK。收音機入邊。收音機入邊。喺度。批發喺度。OK。Go。葡萄咧，葡萄。唉，算啦，嚟唔切，嚟一次。哈。OK， 今次會謹慎啲啊。喂，老婆喺度，執老婆先。老婆，好吧，老婆。你放到邊嘅？Go。斧頭執到先。Timmy。咩經？嘢食。Go。收音機。嘢食。食水。Go。啊！咩嘢食？飲。爭好批發。點解批發擺喺廁所啊？邊個喺廁所擺批發啊？即係唔輸人唔爭咗，唔會死嘅。OK， 完啦。挑戰完成，解鎖頭巾。好啦，咁 OK，咁我哋跟條片嚟呢度咯。咁有咩下面可以嚟講啊？咁我繼續想玩嘅就玩啦，同埋大家想睇我玩太空版嘅，記得下面留言。多人話想我玩嘅就玩。OK，我哋今條片呢度記得like同 subscribe，有咩下面留言，我哋下條片再睇面先啦，拜拜。